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發行嗰頻道。今日我哋咧就跟進翻以色列同伊朗咧戰事咧已經進入第8天㗎啦。尋晚以色列咧喺12點半咧公佈話美國咧喺24至48小時咧就會進攻伊朗嘅。咁到咗1點半咧，美國白宮咧出咗文，就話2個星期考慮攻擊伊朗都好啊，起碼有2個星期同伊朗談判。伊朗嘅導彈攻擊擊中咗以色列嘅醫院，以色列為咗報復咧，又攻擊翻伊朗嘅核設施，9個嘅核設施咧已經攻擊咗7個，最新一個咧就係攻擊佢個核電廠，咁引發咧波斯灣有好多國家嘅擔憂啦，科威特、沙特、卡特同埋阿聯酋啊，因為佢哋咧用海水嘅化淡啊，如果咧海水受到污染咧，3日之內咧就會造成呢個缺水嘅危機。俄羅斯總統普京咧警告，如果完全摧毀核電廠，等同咧切爾諾貝爾廠咧個核事故咧同等嘅級別。咁大家都經歷過日本啦、311地震啦、個核事故啦，幾麻煩。咁希望呢2個星期咧，用加個努力咧去解決問題啦，唔好惡化到咁咯。咁我呢度報道係咁多先啦，多謝收睇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同埋將我頻道分享出去，同埋點埋個叮當，我有最新嘅片咧就會通知大家㗎啦。多謝，拜拜。